歡迎大家嚟到靜心說書。大家好，我係小桂子。今次同大家分享嘅書籍係有關時間管理，小朋友版本嚟嘅。我會以幾分鐘同大家去分享當中嘅內容。你哋收聽嘅時候，不妨邀請埋小朋友一齊嚟收聽啦，然後仲可以一齊加以討論。成日遲到點算啊？小朋友啊，你哋有冇試過遲到呢？你哋返學有冇試過遲到啊？如果遲到，跟住之後我哋返到學校入課室門口，係咪好多隻眼仔望住你呢？你嗰個感覺會係點㗎？係咪好想即刻飆返去自己個位度坐低呢？小朋友，如果你養成咗遲到嘅習慣，咁就要快啲改咗佢啦。遲到會影響人，同埋會影響自己，呢一個習慣唔好嘅，我哋要改咗佢。點樣改好啊？或者你試下校鬧鐘啊？你哋開始有屬於自己嘅鬧鐘未呢？如果未有，不妨叫爸爸媽媽買個鬧鐘俾你啊！開始試下用鬧鐘自己起床。鬧鐘嘅聲音唔好太過溫柔啊！太過溫柔、太過動聽嘅話，咁你就會唔願起身噶啦。又或者我哋試下早10分鐘出門口啊！因為有陣時，如果你要搭車或者行路嘅時候，你唔知喺街嘅狀況會係點噶。如果你要搭車返學，有機會會塞車。如果你行路返學，你遇到好悶，萬一 lift 嗰度好多人落唔到樓，咁點算啊？所以我哋凡事都係早10分鐘出門口為上嘅。如果以上嘅提議你都做唔到，不如試下叫爸爸媽媽做個獎勵嘅表啊，獎星星或者獎貼紙。如果能夠1星期可以唔遲到，咁我哋可以請求爸爸媽媽俾一啲獎勵我哋，以作鼓勵喎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實行緊呢一個星星挑戰表嘅話，你不妨留言話俾小桂子知啊。好啦，今次就講到呢度先，多謝你收聽靜心說書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